1.5嘅話就590蚊，打2.5折嘅，折完之後呢就147蚊就得啦。2.5折，係冇錯，好依邊便宜，好划算。哦，2.5折，我以前配那個的話都800多，對對對。打折呢？有沒有啊，沒打折。沒有啊。Hello，大家好，我係曾小妹。今日咧我就帶咗 Tina 過嚟咧配眼鏡啦。因為我的工作呢，對用眼會比較多一點，又很長時間的，所以我現在的度數已經又長高了。又漲了。對，因為上一次也跟小妹來過這裡，我覺得他們的服務都很好，而且戴着也很舒服，最主要就是性價比高。一直都推介大家可以過嚟㗎啦，就係因為佢真係做得非常之平靚正嘅，而且咧亦都係呢個蔡司咧官方去授權嘅專門店嚟嘅。我哋今日過嚟嘅咧就係呢個後海站啦。咁咧依家咧就教下大家點樣行過嚟嘅路線啦。深圳灣口岸過關嘅話，就可以搭13號線啦，到呢個後海站嘅篤二出口啊。其他地方過嚟嘅話，都可以坐翻2號線、11號線同埋13號線嘅。出到嚟之後就左手邊直行就到㗎啦。老闆 Hello，又見係面。謝老闆，我又帶咗我朋友過嚟配眼鏡啦，依家係有優惠嘅喎，係咪？係嘅，我哋依家嘅話，庫存鏡片嘅話都係有2.5折嘅，有前鏡鏡嗰啲訂製鏡片呢係有3折嘅，仲有送鏡框嘅，上面嗰啲鏡框全部都包含入邊，就唔使額外俾錢嘅。你咧要好啲嘅鏡框嘅話，就嚟呢啲。有啲我哋要啲鈦金屬鏡框啊，鈦金屬鏡框嘅話就唔咁容易斷啦，就會實用啲，使用嘅壽命啊會好啲。呢個話只需要59蚊就 OK 啦。咁咧入到嚟之後咧，工作人員咧都會有呢一個 service 啦，1對1嘅，同埋幫你大家咧睇下啲鏡框啊，睇下你面型啊，幫你配搭下。紅金色也可以。咁阿呢度 Tina OK 咧上次又係配咗副差唔多㗎，係嘛？上次是一個銀色的，我這次換個顏色。換個玫瑰金的。可以。呢個係木架嚟嘅，299， 299。299。它腿這邊的話，我們都改造過了，變成鈦的了。因為它之前是木進腿的話，就容易斷。這個好細哦。這也挺特別的。顏色框架不一樣，給人感覺就不一樣。這像什麼？你不是方形嘅？老闆仲有啲咩款式啊？我都想揀翻款。仲有啲運動款啊，呢啲運動型嘅。男仔嘅。係嘅，騎行啊、騎單車啊、運動啊、打波啊呢啲嘅。呢個鏡架呢199蚊。如果有啲人仲需要配個近視鏡，200-300蚊就 OK 啦。邊度係防風設計嘅，騎單車啊或者俾個波冷揼住過嚟啊，都會比較好啲。所以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需求揀不同嘅需要品牌嘅，嗰邊有啲品牌嘅鏡架。呢個話就係390蚊。如果喺香港嗰度應該要800-900蚊，平一半咁咯。休閒嘅款式，比較休閒少少嘅。Nike 啊 ，Nike 呢個係運動品牌嚟嘅，呢個嘅話喺香港嗰度要1000蚊着到，我呢度嘅話都係698蚊就 OK 啦。呢啲 OK，就係 Ray-Ban、雷朋，呢個價錢都係比較 OK 噶。嗱，我哋都明碼實價嘅，呢度嘅1300蚊，佢兩個價錢1300，一個900幾，有兩個價錢㗎。仲有啲日本嘅品牌啊，精工啊、夏蒙啊，仲有啲國內嘅暴龍啊。斯諾啊、蔡司鏡架都有嘅，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需求嚟揀就得啦。咁咧，依家如果大家咧喺1.0視光咧配咗眼鏡之後咧，仲有一個優惠買1送1，就係送呢一個咧太陽眼鏡或者係呢一個咧老花鏡啦。咁如果大家咧係老人家啊，或者知道屋企人度數嘅話咧，可以喺度揀翻副老花鏡啦。佢都有呢個咧防藍光嘅。我阿媽咧都攞咗2副，一副我老豆嘅，一副我阿媽嘅。咁然後呢一邊咧仲有一排嘅太陽眼鏡咧，都係可以送俾大家嘅喎。幫阿 Anson 哥哥整翻副眼鏡。給他看看。對。打視頻。不喜歡。你喜歡什麼類型啊？OK 啊。要嗎？就 OK 啦。好。就這樣 OK 啦。咁大家過嚟揀眼鏡嘅話咧，流程咧第一就係入到嚟鋪頭咧，自己可以睇翻呢一個鏡框先嘅。揀啱咗鏡框之後咧，可以揾翻啲橙色衫嘅工作人員啦。咁然後咧就1對1咧幫你服務嘅。首先就幫大家咧用呢一個咧機器咧測下呢一個視力先嘅。咁有個大概嘅數值之後咧，就進入呢個驗光房啦。驗光師咧就會咧逐個咧去幫你比對下，睇下有冇散光啊、遠視啊、近視啊。如果可以睇到呢個1.0視力咧，就係最佳值嚟嘅。咁就有唔同嘅呢個色板可以睇到啦。
之後咧就可以戴住副眼鏡咧出嚟行下，睇下啲文字有冇問題啦。如果個鏡片冇問題嘅話咧，就可以咧即刻咧入呢一個小房間度咧幫大家去製作呢個鏡片㗎啦。如果現場人少嘅話咧，可以即刻加工嘅，加工完之後咧可以即日攞走啦。咁如果咧人太多嘅話咧，就需要排隊嘅。大家咧亦都可以選擇翻咧自己咧親身嚟鋪頭咧攞翻副眼鏡啦，或者係郵寄翻香港都冇問題嘅，亦都係包郵嘅。如果大家咧係呢一個咧配漸進鏡片嘅話咧，仲可以用埋呢一部咧蔡司嘅 AI 9個攝像頭嘅智能機啊，用 AI 嘅模式啦，幫大家測翻呢個傾斜角啊，有啲數據可以睇翻嘅，方便大家配呢個漸進鏡嘅。數據出咗嚟啦，呢啲就係我哋配戴新影翻我哋數據。呢一間鋪頭咧，亦都有呢一個咧醫院同級嘅眼底照相機啊。如果大家覺得隻眼唔舒服啊，成日睇嘢好朦嘅話咧，亦都可以咧用呢部機咧 check 下睇有冇問題。如果個報告咧顯示有問題咧，再去醫院咧進一步檢查。如果去醫院做呢一個眼底報告嘅話咧，起碼都係100幾蚊嘅。呢度都係免費做嘅。老闆，我配這個眼鏡的話要多少錢啊？你度數只有350度，呢個鏡架嘅話就係169蚊。有鏡片嘅話，我哋係庫存片，有2.5折，訂製嘅話係有3折優惠嘅。依家嘅話有日本嘅Hoya鏡片啦，法國嘅伊士路鏡片，仲有德國嘅蔡司鏡片，再另外一個品牌羅頓斯德。羅頓斯德嘅話係一個高端嘅訂製系列嘅鏡片厚薄度呢會有一個指示力揀嘅，呢個數值越高，鏡片呢就越薄。如果你度數位325度，我哋一般建議1.5啊或者1.60嘅，1.5嘅話就590蚊，打2.5折嘅，折完之後呢就147蚊就得啦。2.5折，係冇錯，好便宜，好划算。哦，2.5折，我以前配那個的話都800多，對。打折呢？有沒有啊，沒打折。沒有啊。如果你嘅度數如果好啲嘅就1090蚊，1.60薄啲嘅1090打2.5折嘅，折完之後呢就200幾蚊就 OK 啦。 200幾蚊係鏡片嘅價錢。係冇錯啦，再加個鏡架嘅價錢就400蚊左右到就 OK 啦。哦，就係可以配到 Hoya 㗎啦。Hoya嘅近視鏡，如果你要漸進鏡呢啲客人漸進鏡呢就會比較貴啲啦。漸進鏡嘅話佢有分等級嘅 S1、S3、S5，等級越高鏡片嘅邊嘅模區啊就越細，同樣嘅價錢就越貴。矯正我們的矯正的鏡片嗎？是屬於這個嗎？這種屬於那種看遠看近的，有老花那種嘅，就屬於漸進鏡。反控類型的話是另外一種，這個就是小朋友那個寫字啊，讀書的時候用。對的，那個叫新樂選，原價嘅話3980蚊，打3折，訂製嘅打3折，哦，真打3折。對的。我同事的女兒，她上初中嘛，眼睛都近視了，對，我到時候讓她來找你。可以，一定要給折扣。可以，唔俾你，我折扣同意啦。有啲漸進嗰啲嘅話就會比較平啦。S1 嘅話199，S3 嘅話就399，S5 嘅話就599，S1入5級，原價嘅話就2590蚊，2590，打嘅係3折，折完之後嘅話700零蚊就 OK 啦。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揀不同嘅鏡片系列級別就 OK 啲啦。漸進就係老人家多啦。係冇錯，有近視啊，有老花嗰啲人就需要用漸進。咁如果防控就學生多係嘛？係小朋友16歲以下啲小童。哦。16歲以上就冇得冇得再控㗎啦，係嘛？係冇錯啦，所以大家要注意啲用眼嘅就係咁啦。打老眼鏡嘅時候呢，我哋有個售後服務關據俾大家嘅嚇，呢度會白字黑字寫明嘅，攞鏡30日之內，如果戴得唔舒服啊、暈啊、識唔到啊，都係免費更換嘅，同免費覆查度數、免費更換鏡片。呢個係我後衞分店嘅小店長嚟嘅。Hello，大家好。大家如果有戴得咩唔舒服啊、有問題啊，可以揾我哋小店長處理㗎。如果有咩問題翻嚟揾我會幫大家處理嘅。我哋依家嘅話喺深圳有13間分店，全國嘅話有30間分店。如果喺後台區嘅話，去羅湖路啊、蓮塘路啊、福田路啊都 OK， 都冇問題嘅。廣州路都得。去到處理售後都得，廣州啊、佛山啊、東莞都有分店嘅。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到不停嘅分店處理就 OK 啦。有問題嘅話，最好喺微信度同佢溝通下。如果可以遠程解決嘅，就唔使走多轉；有解決唔到嘅，再到門店處理就 OK 啦。這個是我的眼鏡啊。兩個是質保卡，如果你1個月內度數不適應或者戴着起來不舒服的話，可以1個月內免費回來幫你複查調整一次的。好的，好，謝謝。無情的暴雨被多情的他，烏雲在頭頂會不停的下。